湯家驊議員。主席，我想再一次提醒咧，各位同事包括我哋嘅秘書同埋法律顧問咧，我哋現時討論嘅係咩嘢？我哋討論緊嘅咧係點樣去修訂財務委員會嘅會議程序。我哋係討論緊係程序。咁今日主席頭先拋出嚟嗰個假設，話如果要修訂呢個程序，要俾5整天嘅通知咧，我覺得係對我哋同事極之不公平，亦都係違反呢個程序公義。好簡單，由今日到下個禮拜五冇5整天，你點搞都搞唔到5整天出嚟，咁你真係唔俾我修訂。嗱，我講係我嘅修訂，我唔係講葉國謙，我當佢傻嘅。因為咧嗱，好簡單，如果大家同事睇睇第7條。對唔住，我知道你唔係傻啊，即係我當你不存在啦嗰個動議啊。我而家講緊另外一個問題，就係如果我想修訂，對唔住，葉國謙議員，你規條問題，應該可以當我不存在。唔係我意思，即係話，即係我哋放低你嗰個動議喺一邊先 ，OK？ 好嘛？佢而家澄清咗啦，佢放低你嗰個。可唔可以俾翻？而家我哋都係唔想討論你嗰個同意，我哋想講睇下向前看。嗱，主席，如果想用咗5分鐘討論嗰個問題都可以，但係對於大家係於事無補嘅，可以俾翻幾秒鐘我。唔緊要，主席，多幾秒鐘你。嗱，主席，我想講咧就係，如果大家同時睇低37A 咧，假如我係想修訂無需經預告而動議一項議案呢一句，修訂為無需經預告而動議一項或多於一項議案，咁就搞清楚究竟 A 或者 one 嗰個問題啦。嗱，如果我根據普通嘅我哋嘅慣例咧，我提出咁嘅修訂咧，就應該行先過葉國謙議員所提出嘅修訂嘅。但係如果你話我要俾5整天咧，你就即係唔俾我修訂，咁呢個咧就對我唔公平，亦都係有違反呢個議事呢個程序公義。嗱，我再一步諗下，我點解要揾到呢個5整天出嚟咧？咁頭先咧，法律顧問咧就話你睇睇啦，第37條講明咧就係話要根據議事規則第29條至35條。咁我睇29條咧講係要12整天嘅。咁法律顧問嗰個理據咧就話不過咧我哋要適應財務委員會嘅運作，咁佢就拎咗呢份文件出嚟。對唔住。我呢份文件係完全同我哋討論嘅嘢係無關嘅。點解咧？因為呢裏邊所討論嘅咧係議員就政府提出嘅議案去提一個議案，所以頭先法律顧問講咧就話喂，咁政府都係6天至俾文件你，咁你冇理由要人哋提出個議案多過6天啦。咁但係我哋唔係講緊呢樣嘢，對唔住，我哋講緊點樣去修訂嘅議事規則。呢個修訂咧同政府幾時拎文件上嚟，或者政府幾耐要提議案係完全冇關係㗎。呢個係個修訂議事規則嘅動議。咁所以咧，跟文字上睇咧，你係應該受議事規則第29條嘅規限，係應該係12整天。喺程序公義上，喺而家今次呢個情況裏邊咧，亦都係較為公平嘅。嗱，好簡單，如果你話湯家驊，我俾你3整天啦，咁我覺得你可以嘅，但係呢個係毫無根據咁嘛，即係話你隨便喺空氣中攞一個數字翻嚟都得㗎。如果我3整天，如果有其他同事要修訂我嘅修訂，咁佢有幾多整天咧？佢有咩時間去考慮去思考咧？嗱，目前而家葉國謙嗰個修訂英文都冇嘅。嗱，我覺得秘書長可以代佢作翻譯。但係嗰個翻譯究竟佢認唔認同咧？我唔知，可能佢要修改秘書個翻譯，然後至俾我哋睇。我要根據中英文版本，我要決定我支唔支持佢修訂，或者要唔要修訂佢嗰個修訂，咁都係唔公平㗎，係咪？咁所以我發言嘅重點咧，第一我係希望咧法律顧問咧係考慮下我頭先嘅理據，呢個5整天呢個概念咧，係不符合議事規則裏邊嘅規定，
亦都係一個不符合程序公義嘅一個建議嚟嘅。我個解釋，我覺得一個比較合理同埋公平嘅處理方法呢，就係話要求12整天嘅通告。而因為咁，如果你要俾我哋個同事都係公平去處理今次修改財務委員會嘅會議程序呢，你就應該將呢個下個禮拜就要討論葉國謙議員呢個修訂呢個建議呢，係擱置為再下個禮拜。老實講，下個禮拜我哋都未必有時候討論呢個問題，因為據我所知呢，我哋係首先討論咗政府提上嚟嘅撥款申請，而下個禮拜我哋要討論呢生果金。生果金分分鐘都要拗到半夜，咁我哋根本未必有時間下個禮拜呢就去處理葉國謙呢個動議嘅。既然係咁，一個比較合理啲嘅處理方法呢，我希望你仔細考慮呢，就係跟隨翻議事規則12整天嘅規定，然後話邊一個想同時修訂第37條 A 嘅，可以俾12整天嘅通告。因為我哋嘅修訂可能喺程序上係會先過葉國謙嗰個修訂嘅，而通過咗我哋嘅修訂或者我嘅修訂啦，或者邊個人嘅修訂都一樣啦。可能葉國謙嘅修訂係唔需要投票嘅喎，咁你點可以漠視呢個咁嘅程序上嘅可能性呢？我知我用晒時間，但我真係好希望大家咧係諗清楚我頭先所講嗰番説話。